什么？我说封面拍好了没有？什么封面？标题封面拍好了没？还有一个屁股下面，还有一个。有病啊！我操！砰！哎呦，老是屙到尿啊！蛋茶冇見了，田螺冇見了，冇啲人幫我個奶仔了，哎呀，我冇入去就我打死咗你，我叫佢水啊！太累了，我走不动了。累了呗，就是，嗯，就走不动了呗。嗯，你等我给你想办法啊。这个行不行啊？行，老公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你没打过来。哎呦，哎呦，我操！哎呀，没事吧你？哎呀，哎，铁们，今天给你们来一个性感的小野猫。性感的小野猫，什么？不算了。哎呀，我操！快！你别烧！看看这是什么？我给你表演一个魔术，把你手拿过来。哎，干啥呀？手拿过来，我把它变没了。啊，手放那边啊，把它变没了啊！看好了，妈的以后，啪！哦，我操！下好大的雪哦！你洗一个，我是想太脏了。小叶，快过生日了，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看看喜欢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是你，这是滚！你是不是又皮痒了，小帅？几天不收拾，你想咋的了？还是？嗯。哇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这挺贵的吧？没事，只要你喜欢，多贵我都会给你买。这么好呀？嗯呐。那你哪来的钱买的呀？不花钱，零首付，就是剩下贷款你还。小姨子啊，帮姐夫把那个水给拧开。一个水你都拧不开。哎，这啥情况？水啊！哎，那这啥漏水啊？那咱要输了的话，直播了，跑，直播了。咱要输了的话，跑
跑原地跑步1分钟。你是吃饭了吧？七月，干嘛？还在这坐着，来，你给我进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你自个儿看你的杰作，你过来，快点，快啊！看见了吗？你把这零食你吃完了，你都拾起来行吗？我没吃完呢吗？我一会儿都给他拽了，你信不信？我不，别我拽。我不给你拽，行，那先把没有用的东西都给我收拾了啊！没有用的东西都给我扔出去。行，出去，干嘛呀？赶紧走！说我这个那个，你最没用，给我出去！来，这家就你最多余，快点！走。阿婆，我帮你提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要的，要的。啊！你看你这个猴子。翔龙18。小姨子啊，干啥？电脑给我玩一下呗。我在玩，等一下。你给不给？我不给，我打排位呢。不给是吧？砰！呀砰！给你们表演一下脚踢木板啊！耶耶耶耶！耶！来，准备啊！1、2。哦